这是我们家最看好的一个男生，就在旁边都不动。爸妈有看好，对不对？是，他是全家包含爸爸妈妈、阿嬷最喜欢的。阿你今晚是在改什么工作？哦，我在五星级饭店担任行政主厨。哦，这少年做行政主厨，就搞的呢。他们都好棒棒呢。来，少年，你给试看卖哦，恁爱手艺啥物款？赞，我都带大劲，而且感觉我几时是吧？啥啦？还是因为刚跳？我感觉吼，咱两个来，会使换跳的呢。妈，笑问的吼，这少年仔足久毋捌看过啊呢。就算讲伊细汉的时阵啊，我想你嘛无印象啊。人家陪你看一下恐怖片，你要讲偌忝的。讲的有影呀嘛，差不多好啊。但我喊你几时交一个朋友，安尼也不不要紧阿妈，我若有时间我就落去陪你看恐怖片，好吧？讲真的啊？真的。不是张正凯哦。哦，这可惜的呢。我感觉两人出速配，而且恁讲是青梅竹马，今嘛真无简单，搁重逢。做伙真自然的。阿姨，我无点知呢。啊，这盘是头家甲头家娘还有小秋请的。啊，你讲阮小秋的关系讲起来吼是非常的亲情甲剥袂开。啊，头家甲头家娘就甲你当做是家己的后生，袂输那一家人嘞。所以咧，你就食好饱饱，安尼阮逐个毋才会非常的欢喜，哈。小秋，迄郑凯哦，先甲阮斗3工，你唔通大概看到人，就改先看有冤仇人共款，嘛还较客气诶。我妈啊，那你都替伊讲话，真正怀疑张正凯是不是咱叶家的子孙？哦，我嘛希望讲哦，我会当加一个后生。哇，这郑凯有厉害啦！下轮爱食啥就知，哦，我够怀念的。我本来想讲吼，小秋计有郑凯的，你来看，迄毋若是吼食物件的口味哦，白白搁咧做食，想法嘛甲咱足像的呢。哪有人比郑凯哦，搁较配小秋的啦？是讲迄郑凯哦，我真亲像咱另外一个后生共款。其实之前我嘛有想过呢，假使讲小秋会当甲郑凯做伙，不得卡，咱会当较清新。我无讲话念无好哦，若是迄郑凯哦，我是啦。张正凯哦，赞！这少年人我有翕相，嘿，高一个老实。